乡亲啊，有关这个金华城的弊案，即卖有7个被告方收押，因过去拢是正常名流。当当，互地检署照地出来门口经路收车，面对着记者镜头的时阵，有的是大方放翕，有的是压压，短短几秒钟的时间，嘛咧展现形象。像这个郭文泰，拢是穿黄衫短裤，手铐看现，是咧展现着政治的迫害。若心庆经，拢是坐轮椅哀兵的政策。民众党主席郭文泰15号第5摆访提审，身躯穿的这束黄衫短裤，已经将错去提审的制服。迄天搁伫咧暗时，郭文泰向穿外套，骨头斟酌看原来落家收菜时，法警斗相共提外套，怀疑可能是前家庭冷气伤冷，毋过煞无用来查手铐。外界就伫咧分析，敢若是想要挑故意，互大家看到伊具政治迫害现象。来看特别的提醒，郭文泰穿黄色的 polo 衫，穿蓝色的短裤仔啦，蓝白色的衬拖，两支手风扣起来，拢毋捌查过，甚至就是要镜头翕到过去的郭主席会变做家属。主席身体还好吗？另外一位风压起来围巾集团主席沈庆庆，答辩传出病情是愈来愈歹。主席有叫司机带钱去澳门吗？去提审的时，拢坐轮椅，搁吊一个尿袋，敢若是要采用哀兵策略。毋过两只手共款用文件扎咧，恢复大头家形象。这段提审加收车画面，敢若正做被告公开放出消息的关键时间。过去的鲁明清台北市议员因晓鼻倒脚夹贴，若刮嘴暗穿长裤含外套，两只手卖用白纸甲手铐扎掉咧。真侪方法都是无希望外界看到伊拢被抹香。这些相关被告有些是在媒体拍得到的场合有意或无意露出手铐，有些是衣物遮蔽手铐，或许都是在对外释放一些讯息，企图要影响支持者的感受。但是检调仍然会依据侦办的进度及方式来进行，应该是不至于会受到影响的。金华城案7位在阿被告直直去北检提审调查，落家收车坐镜头咧翕，未输伫咧行成功大道，心内咧想啥，拢有家己暗算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